岁末友爱市集迈入第18届，同时地拉岛结合北区社组，9号伫阿妈你看市集龙头举行，现场57个单位，有食有耍，也佫有公益义卖。我不买送你一个好。哇，谢谢！这个算多少钱？这个算便宜一点好不好？50。市长黄伟摕到场写起来，3钱各买帮助弱势团体。准益慈善基金会今年共捐赠20万，予养护中心改善设施，嘛捐赠1台钢琴，予各中音乐班，提升音乐教育资源。岁末有爱今年已经是第18届了，那希望未来可以再结合更多的单位一起来盛大的举办。胜利之声广播公司、准益慈善基金会、电声广播电台善尽社会责任。斗阵对着社会福利以及在地发展做贡献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